伫个传统的往来种植过程，除了果肉会用个食，其他的果皮、根茎叶等农业的废弃物，拢是环保的一大考验。现在有业者进益企业，引进上新的技术，回收再利用。唔定根茎会用来泡水做肥料、猫砂等，就连往来的叶啊，嘛用个提炼往来纤维，成为天然的纺织原料，会当做成衫甲帽啊等。增加这个农民的农地的凤梨田的生产力，减少这个资源的弃置浪费及减少农药的使用。我们特别跟厂商合作，来这个引进最新的技术，能够把凤梨的叶子可以做成纤维，凤梨的根茎可以做成饲料，以及这个酵素的萃取。那至于这个凤梨的叶子可以做出来的纤维就可以做成衣服，做成地垫，做成背心，做成非常多，这是非常好的麻类的纤维。因此呢，我想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，而且能够减少农业废弃物，增加这个循环经济，而且可以让这个农民的收益增加，让对环境更友善。双赢甚至是三赢的这个政策，我们还会持续推广，也希望将来配合我们的这个凤梨生产，那能够让更多的农民受惠，也能够让我们地球永续贡献出新力。过去传统的农业废弃物只用个泡水，放伫个园林做堆肥，但因为废时，现在透过回收再利用，唔定用个变为高附加价值的产品，成功推动循环经济，甲伫环境保护相同的效益。业者对去年度试营运回收15公顷面积的往来根茎叶，预计今年将增加到60公顷，希望渐渐推展到台南其他往来主要的产区，帮助更多农民对着农业永续的发展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